各位香港僱主大家好，香港嘅雨季又嚟啦，面對突如其來嘅黑色暴雨警告，你係咪都為員工嘅返工安排感到頭痛呢？今日我哋就為大家準備咗一份黑雨返工安排懶人包，幫你清晰了解作為僱主嘅法律責任同埋安全指引，確保公司運作暢順之餘，亦能保障員工安全。首先我哋要明白，根據香港勞工處嘅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守則，所有喺香港工作嘅僱員，無論係本地定係內地輸入勞工，都享有完全相同嘅法律保障。作為僱主，你要預先同員工講清楚黑雨期間嘅上下班、復工同埋遙距工作安排，最緊要嘅係盡量保障員工嘅安全。我哋睇睇黑色暴雨警告下嘅具體安排。呢個係香港最高級別嘅暴雨警告，影響廣泛，可能導致嚴重水浸，所以僱主必須特別留意。第一種情況，警告信號喺工作時間開始前發出，除非你嘅員工從事嘅係必要服務，例如緊急救援、物業管理或者安老院舍照顧員，否則一般員工唔應該返工，佢哋應該留喺安全地點，直到警告信號取消為止。第二種情況，警告信號喺工作時間內發出，如果係室內工作嘅員工，除非工作地點出現危險，例如嚴重水浸或者漏電，否則佢哋應該如常工作。但僱主必須密切留意天氣同埋工作環境嘅安全狀況。至於戶外工作嘅員工，主管人員應該喺可行情況下立即暫停所有戶外工作，並安排員工到安全地點暫避。第三種情況，警告信號取消後嘅復工安排。當黑雨警告取消後，員工應該盡量喺2小時內返回工作崗位。勞工處建議，如果警告信號取消嘅時間距離當天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唔夠3個鐘，僱主應該考慮實際情況，例如交通狀況，容許員工當天唔使復工。呢度僱主應該給予員工合理嘅彈性。除咗黑雨警告，香港政府仲可能發出極端情況公佈。呢個通常發生喺超強颱風或嚴重暴雨等極端天氣期間或之後，對公共交通同基礎設施造成廣泛影響。喺極端情況公佈生效期間，除咗必要人員，員工應該留喺原來地方或安全地點，唔應該啟程上班。僱主亦唔應該要求員工上班。當政府公佈極端情況結束後，工作安排原則上同黑雨警告取消後嘅復工安排相似，即係員工應該喺2小時內返回工作崗位。但如果剩餘工作時間唔夠3個鐘，都可以唔使復工。作為僱主，喺惡劣天氣下，除咗遵守勞工處指引，仲要特別注意以下法律責任同事項。首先係薪酬同假期處理，最重要嘅係僱主絕對唔可以因為員工喺黑雨或極端情況下未能上班而扣減佢哋嘅薪酬、勤工獎或任何津貼，呢個係僱傭條例所保障嘅。同時，亦都唔可以將員工嘅年假、法定假日或休息日嚟抵消因惡劣天氣而未能上班嘅時間。任何依類行為都係違法嘅。對於必須喺惡劣天氣下工作嘅必要人員，僱主應該提供額外津貼、補假或者安排彈性工時，以時提出。其次係交通同安全保障。如果你要求員工喺惡劣天氣下上班，你有責任提供安全嘅交通安排，例如提供交通工具或者報銷的士費用，確保員工往返工作地點嘅安全。同時，僱主必須確保工作場所喺惡劣天氣下依然安全，例如檢查有無水浸、漏電等危險，並及時採取應對措施。最後，僱主應該對惡劣天氣下嘅工作風險進行評估，並制定應急預案，以應對可能發生嘅突發情況。應對黑色暴雨警告同極端情況下嘅工作安排，唔單止係法律要求，更係僱主展現企業社會責任同關懷員工嘅重要體現。清晰嘅溝通、彈性嘅處理同埋完善嘅預案，咁樣就可以幫到你同員工一齊面對惡劣天氣嘅挑戰。大家開開心心返工，平平安安收工。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